就是要来见无所不在、创造宇宙的主宰。这首是迄个加纳非洲的诗歌，真短，会当用迄个平行的和声，大家来唱。伊的迄个节奏较轻快，我毋捌唱过，咱会当听琴先来弹一遍。主你无所不在，听说有醒起来，来，咱来唱第一站，来预备，来。主你无所不在，我主你无所不在，主你无所不在，我主你无所不在，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无所不在，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主你无所不在，第二节，主你听通无限，我主你听通无限，主你听通无限，我主你听通。全世界无人通甲亲像你，主你听通无限。全世界无人听通亲像你，主你听通无限。主你念你奥妙，主你奥妙，主你念你。奥妙，我主你念你奥妙，全世界无人会完全明白，主你念你奥妙，全世界无人会完全明白，主你努力奥妙，主你有大权力。主你有大权力，主你有大权力，我主你有大权力，全世界无人有权来赢你，主你有大权力，全世界无人有权来赢你，主你有大权力。伊这诗有四段来描述。第一段一开始就是主你无所不在，第二节开始是主你疼痛无限，第三节是主你念你奥妙，第四节主你有大权力。咱都有即款的体会，咱唱来阿罗主的心情。都无共款，家己唱甲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来，阁无共款。这首诗又用迄个《以弗所书》第3章18节到19节来形容，就是会当甲正圣道一做明白基督的疼，是何等的长阔关深。并知影即个疼是换假人所会当测度的，互叫上主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恁。所以接待咱做礼拜时阵会当足欢喜来学罗咱的主。
牧师的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求你显出你的荣耀。这嘛是咱互摩西在行主的天路的时阵，嘛是上主一定爱甲伊三甲二地，伊才有法度带以色列百姓会当来出埃及。咱的回应诗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咱这首诗咱应该真熟，咱来吟第一节就好。时间已经到。好，各位兄弟姊妹，因今仔日咱的投影无法度出现，所以咱等下咱的启应文改启应文第一篇，所以今仔日咱就无用投影，所以咱请就是献开咱的圣诗，互咱献开咱的圣经，咱做伙来做礼拜。今日是建堂奉献主日，奉献地仔伫座位头前，请关心奉献，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祷告。
上主做王，列邦就摇摇喘。伊做伫基路边摕着摇动，上主伫锡安做大，伊盘过伫万百姓的顶面。三甲来吟诗乌罗上帝，圣诗第21首，圣诗第21首。请起立。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万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同时仔，咱的主，以圣神投胎，伊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历代受苦，因十字架死埋葬，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天安做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徒的相通，弥撒礼，肉体过活，永远活命。请坐。三甲用诗篇99篇来应答上帝话。上主做王，列邦就摇摇喘。伊做伫基路边，摕着摇动。因着乌罗利大国通敬畏的名，王有气力，欢喜公平。因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伫伊骹踏伊的头前跪拜。伫伊的祭司中有摩西甲亚伦，伫求叫伊的名的人的中间有撒母耳。因伫云条的中间对因讲话。上主，阮的上帝啊，你有应因。
应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伫伊的圣山跪拜。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互阮美丽的世界，赏赐互阮目睭、耳孔、自由意志，会当感受、欣赏你创造的宇宙万物。你的创造是遮尔啊奥妙，互阮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有无共的外表、内在、个性甲想法。无论阮先做安怎，你拢疼阮，阮感谢你。阮也感谢你，互阮无孤单。你甲阮所生活的世界创造甲遮尔啊丰富，互阮会当甲人、甲万物有交流，互相陪伴。你的创造是遮尔啊水，但是阮伫享受伫你所赏赐的一切时阵，撒旦也伫中间破坏人甲人的关系，破坏阮甲你的关系，互阮犯罪。撒旦互人甲人之间有比较、怨妒、怨恨，互人甲人之间有伤害、陷害、冲突、战争。撒旦互安尼负面的关系愈来愈严重，互人因为安尼无法度享受伫你所赏赐的生命中，失去平安甲快乐，规工活伫生气、伤心、怨恨内底，会记得你的疼，会记得有你会当倚靠。求你赦免阮的罪，帮助阮会当伫生活中坚持，会当有智慧脱离撒旦的诡计迷惑。伫阮受到人的伤害的时阵，或是拄着艰难的时阵，会当想起你的疼，会当选择去原谅别人，停止甲人有冲突、冤家，选择用疼来回应别人。也求你帮助阮会当凡事倚靠你，无倚靠我家己的聪明，因为有足侪代志是无法度靠阮家己的聪明去解决，只有倚靠你。信靠你，相信你，将阮的烦恼拢总交托互你。阮伫面对困难的时阵，才会当有喜乐甲平安。也求你帮助阮，搁较拍拼追求真理，透过读经、聚会、礼拜，来甲你亲近，搁较明白你，由圣神进入阮的心，互阮看到家己的软弱甲缺点，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互你教示，阮要跟缀你。阮知无论阮去到倒位，你拢要引带甲保护阮，阮毋免惊。也求你帮助阮看见阮的恩赐，好好用你赏赐互阮的才能、聪明、慧力来实现你藏伫阮心中的意向，互阮愿意为你赐互阮的才能甲性命负起阮的责任。也愿意献上阮的一切，来服侍你甲阮四周围的人。阮诚心摆咧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当写祈祷经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33章第12节到23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第96页，旧约出埃及记33章第12节到23节。摩西对耶和华讲：看啊，你对我讲，将即个百姓带上去，总是无互我知你要找一水甲我相夹去。你有讲，我用名紧调你，你伫我的面前也得着恩典。我当若伫你的面前得着恩典，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互我捌你，通伫你的面前得着恩典。你着笑脸即族是你的百姓。耶和华讲：我要倾心甲你去，互你平安。摩西对伊讲：你若无倾心甲我去，就毋通带阮对遮上去。你怎样会知我甲你的百姓伫你的面前得着恩典？也毋是对你甲阮相夹去，互我甲你的百姓伫地上万百姓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讲：你所讲即个事，我也要做伊，因为你伫我的面前得着恩典，故我用名紧调你。伊讲：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光。伊讲：我要互我一切恩惠经过你的面前，也宣布耶和华的名伫你的面前。我要施恩伫我所施恩的，我要怜悯伫我所怜悯的。我讲：你袂会看见我的面，因为无人会看见我耶和华。耶和华讲：看啊，从我遮有所在，你着徛伫石盘顶。从我的阳光经过时，我要甲你下伫石盘旁内，用我的手压你，免互我过去。然后我要求我的手倒转，你就会看见我的骹遮后，总是袂得通看见我的面。请但美林牧师讲道的目视，为你显出你的荣耀。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做一个传道者，上荣幸的代志，就是会当听见兄弟姊妹信仰上真实的状况。有的兄弟姊妹当因行伫悲伤、惊吓，真正是感受袂到上帝甲因同在，上帝伫倒落的时，咱迄时佫讲较济的，我靠上帝啦！你要有信心，你毋免挂虑即种代志，咱平素拢知影代志，敢若无啥物款的效果。因为遮个代志是发生伫伊的身躯顶，是伊上真实的状况，伊的感受。所以当时除了甲伊做伙祈祷，嘛敢若无法度替伊做其他的代志。但是伫即时阵，上接互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伫倒位？为虾米伊会互即种代志发生伫我的身躯顶？苦难一直是咱人类无法度得到解答的一个问题。但是神学家因较对圣经内面来整理出一寡，互咱会当去思考的方向。譬如讲，苦难是上帝创造的吗？为虾米上帝要互乌克兰，要互伫加萨族人发生战争呢？兄弟姊妹，苦难毋是上帝所创造的，苦难嘛毋是上帝为着人的生命设计的一部分。因为伫创世纪，当亚当甲夏娃食上帝禁止因食的果子，因转离开上帝，失去甲上帝的关系了后，所有其他的关系，包括咱甲上帝、咱甲家己、咱甲其他的人、咱甲大自然的关系，也全部拢拆离。所以会当讲，苦难是咱人类家己选择的一个结果。但是上帝较毋愿意咱人活伫罪恶的中间。所以，伊不断用怜悯、用慈爱来挽回咱。总是伊发觉人是哪行哪远。最后，即个神伊决定伊亲自来到世间，用伊的死来代替咱犯罪应该受的刑罚。亲像诺贝尔有一位文学家得主卡缪，伊有讲，只有一位无辜的神的牺牲，才会当互人接受对无辜的人无情甲普世的折磨。只有上帝上卑贱的受苦，才会当减轻人的痛苦。
也亲像有一位牧师提摩太凯勒又讲，即位上帝强大到自愿为着疼咱的缘故，变甲软弱，伊甘愿受伤，进入黑暗，也伫遮看见无可能比这搁较伟大的荣光，就是伊为着要疼咱，甘愿放落家己所有的荣光。所以，咱若不断执意去敲找讲，苦难到底是安怎来？苦难的原因是甚物？这是无任何的帮助。但是，当咱知影上帝体会我的软弱，上帝亲自解决即个罪的问题，安尼理解就会当帮助咱伫经验苦难的时，会当得到安慰甲快乐。所以，虽然咱无法度得到即个苦难来源的即个答案，但是咱知影上帝拢无离开。亲像圣经伫描写苦难的时，真侪所在是用行过即个字来描写经历苦难即项代志。上出名的就是大笔的诗篇23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即互咱看到，因为咱人类的自我，因为咱离开罪，咱无离开罪，所以苦难一定会来。但是大笔嘛继续讲，我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地，你的锤、你的拐安慰我。当咱行过苦难，上帝甲咱伫地，这嘛是亲像伫但以理伊的3个朋友发生的代志。但以理3个朋友因为拒绝拜王的偶像，所以互人等伫迄个热火底烧的窑。但是，即个尼布甲尼撒王，甲其他人看见的，毋是3个人互火烧甲伫遐凄惨嚎叫，因看见的是有4个人平静行伫烈火的内面。这其中这第4个人是谁呢？咱发觉对一个无信上帝外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的喙里，竟然讲出，迄个第4个的面貌亲像上帝的囝。伊讲出安尼一个真理，咱看见尊贵的上帝屈价家己，诚侪人的模样来陪伴遮行伫苦难内面的人。所以这段经文嘛，搁一摆互咱看见耶稣基督救恩的预言。上帝同在应允，嘛伫以色列人因伫要灭国的时，安尼应允因。你对水中经过，我的确甲你三角伫地；你经过江河，水的确无淹没你；你对火中行过去，的确无受烧，火焰也无倒伫你的身躯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你的救主。因为我看你做宝贝，做尊贵，佮因为我疼你，无得惊，因为我甲你三角伫地。上帝甲人同在的一个应允，嘛毋单是互古早时的以色列人，嘛互所有愿意相信伊、顺趁伊的囝儿。所以咱千万毋通互魔鬼的诡计来引诱。真侪时，咱伫经历苦难的时，咱拢想讲上帝已经离开我。但是咱看见遮的圣经内面的记载，遮人物因的经历，互咱看见，虽然咱行伫苦难的日子，咱毋通离开上帝，因为上帝甲咱同在。咱会当做的是啥？就是搁较掠着上帝，温困自辉，热切祈祷。亲像今仔日这段摩西的祈祷，就是一个失志、失败的内面，求上帝甲因同在的祈祷。今仔日这段经文是伫拜金牛的这个事件的煞后，所以上帝吩咐摩西讲：“你去对百姓讲，虽然恁做出拜金牛的代志，但是我无亲像恁是乌白来毁灭咱中间的约。我无亲像恁，我是信实的上帝，所以我犹原要按照我对恁列祖所应允的，我要将迦南地赏赐互恁。我也要找使者，将原本住伫迦南地的遐人拢赶出去。”我听到这，百姓应该非常欢喜啊！哦，上帝原谅咱啊呢，无代志啊！迄个缀伫心肝头的石头，罪恶感拢总放离啊！
无想到上帝继续讲，但是我无甲恁上去，因为恁是鹌鹑硬的百姓，惊了我伫路里灭无恁。哇！即声害啊！上帝派使者，上帝无亲像以前家己甲因做伙同行。这以色列人因虽然定定背逆，但是因嘛知影，若无上帝甲因同行即段路，是一件非常凄惨的代志。所以伫当时，因听见安尼话，因脱去因身躯顶所有的砖塔，用安尼来表示因的悲哀。但是咱看见摩西即个领袖，伊伫即个时伊做啥物代志？伊祈祷。伫摩西祈祷内面有出现3摆会得到恩典，这表示摩西伊知影，虽然上帝派使者甲因做伙去，但是若无上帝同行，一切拢无意义。所以虽然上帝讲伊无要甲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但是摩西伊无放弃，伊来回几啊摆求上帝施恩，求上帝怜悯。毋过摩西伊毋是一开始就求上帝甲因同在，伊是用上帝家己捌讲过的话，你对我讲，来开始甲上帝对话。上帝，你爱我将这百姓来带去应允的地，这是你讲的。但是你无互我知影一随要甲我去。上帝啊，你讲你已经捌我，并且也互我得到恩典。这拢是上帝捌对摩西讲过的话，所以摩西用安尼的话来掠掉上帝应允。这互咱看见祈祷的第一步，就是咱爱掠掉，咱爱相信上帝的话袂改变。其实这嘛是咱信仰的根基。一个基督徒若无相信上帝的话，信即种无法度用科学来证明的代志，可能对你来讲就是无凭无据。但是对咱基督徒来讲，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圣经毋是一本摕来看的历史的故事，嘛毋是道德生活的伦理的手册，搁较毋是一本摕来显、摕来算命的一本册。圣经是上帝用人类来介绍伊家己的册，所以咱要认捌上帝，要知影伊的话，就爱通过圣经。但是上帝敢糊涂到伊袂记得伊家己捌讲过的话，阁需要摩西来提醒吗？上帝当然会记得家己讲过的话，但是上帝安尼讲，是因为伊清楚摩西，伊知影摩西伊倚靠上帝，伊有对上帝来亏力，所以摩西有迄个能力会当带即群以色列人。较白话来讲，就是上帝对摩西讲：“我知影你做会到。”这对摩西来讲是非常大的肯定呢。但是摩西无因为互上帝肯定就感觉够额，因为伊知影家己的才调伫倒位，伊知影伊家己非常的有限。摩西有限是啥？伊捌讲过，我是喙之钝的人，伊确实是安尼。所以上帝派伊阿兄阿伦，一个真会晓讲话的人来替伊来发言。另外，摩西的脾气嘛毋是真好，亲像伊少年的时，看到一个埃及人伫欺负伊的同胞，伊出手将迄个人杀死。伊看见以色列人拜金牛，伊嘛气到将刻伫石板上帝10条诫刻伫山骹。所以摩西伊知影，伊靠家己是绝对无法度的。虽然上帝肯定伊，上帝知影伊有即个才调，但是伊知影家己无法度，所以伊恳求上帝讲：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互我捌你。非常可贵。伫即个时，摩西祈祷，毋是求上帝互伊权柄，互伊气力，互伊忍受，毋是伊求上帝指示家己的路，互伊会当来捌伊。因为伊知影，摩西知影，遮物件拢是对上帝来的，所以伊求上帝，互伊会当搁较认捌伊。咱也真盼望，
求上帝指示你的路，互我会当认捌你，这嘛会当成做咱的祈祷。因为真侪时，咱的祈祷拢是停留伫真表面的赞词。上帝啊，你互我这；上帝，你互我迄；上好，上帝，你会当满足我所有的愿望。但是，这个上帝有啥物款的特性？这个上帝伊爱啥？伊欢喜咱做啥？伊厌恶咱做啥？伊做过啥物款的代志？敢若甲我无任何的关系。咱若是用安尼的观点，咱无法度甲上帝起造一个健康的关系。基督信仰甲其他信仰无共款的是，咱非常注重甲即个神的关系。但是即个关系毋是讲咱靠偌济咱伫教会服侍，咱有偌济奉献，咱做偌久的基督徒赚来的。甲上帝的关系是建立伫咱对伊有偌济的认捌，因为有偌济的认捌，会决定我对伊有偌济的倚靠。你捌的上帝若是一点点仔，你就敢若会一点点仔倚靠伊。但是你若相信上帝是掌管万有，无所不能，你就会当将家己完全来交托互伊。安尼的关系嘛，互我想起，我有前一阵仔，我有看到一出伫电视播的一出的电影，内容是讲一个会小提琴的音乐家，因为伊当时真失志，伊暂时找无会当演出的机会，所以伊去到一间学校。迄个学校有一个针对弱势的家庭、真歹管教的囡仔，有一个音乐的计划，就是讲伊请即个老师来教即群毋捌画过小提琴的囡仔，互因来下琴，并且最后即群的囡仔嘛爱甲其他的乐团来合作来演出。当然，即群囡仔无好教，所以即个老师嘛做一工算一工。但是有一日，伊发现一个原本无互人选入伫即个团体，但是对音乐非常有兴趣的囡仔，所以伊就拜托学校，互即个囡仔有一个机会。哇！即个囡仔非常欢喜，伊非常珍惜伊有安尼一个机会，所以伊家己每一工伫厝里看影片，学迄个基础的小提琴的基础。伊佫惊讲吵着。佫去走去迄个厝顶伫遐练习，所以伊进步非常的紧。老师看到即个囡仔的天分，就亲自就互即个囡仔一个独奏的机会。但是即个囡仔感觉讲，我是做袂到，我哪有可能做会到？所以老师就去迄个厝，伊迄个囡仔的厝里拜托迄个囡仔的单亲的妈妈来鼓励伊的囡仔。即个老师佫将家己的查某囝已经放弃无要学的小提琴来送互即个囡仔。老师捌即个囡仔，伊知影即个囡仔伊有天赋。电影的最后，即个囡仔顺利完成伊的独奏，并且伫规个练习的过程，伊嘛鼓舞其他的同学。所以，即群囡仔伫迄天的演奏会得到全场的普仔声。兄弟姊妹，上帝也捌咱，因为咱是伊创造的，所以伊知影咱有啥物，伊嘛知影咱无啥物。毋过，只要咱行伫伊的计划内面，只要咱顺趁伊，咱就会当亲像即个电影内面的囡仔。伫人生的舞台顶面，有一个美好的演出。这个演出毋若是互四周围的人欢喜，上帝嘛会伫最后的终点拍开伊的双手来听候咱。所以，咱嘛爱求上帝，互咱有一个谦逊、愿意祈求的心智来认捌伊。因为，亲像奥古斯丁所讲的，你为着家己创造阮。阮的心会一直搅扰不安，直到伊伫你的内面来得到安息。当咱的心真实来认捌上帝，咱才会当安稳伫伊的内面。
除了求上帝，互伊会当来认捌伊本身以外，摩西嘛替百姓来祈祷。你着孝念即群是你的百姓。百姓即个字，毋是普通人，是立约、互竞选的百姓的意思。所以摩西直接求上帝，即群百姓毋是甲你无关系的人哦，即群百姓是你所竞选、甲你立约的人哦。而且咱看见摩西诚做以色列人甲上帝中间的中保，中保就是调解，就是为着要敲找和解，伫双方中间诚做调解的一个人。咱知影伫拜金牛事件了后，摩西的服侍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伊阿兄阿伦甲即群伊揽伫裤头的即群以色列人，竟然做出背逆上帝的代志，非常严重的代志，因做一个偶像来取代上帝。但是摩西听伊的同胞，伊毋愿意放落即群人。对遮，咱看到摩西有牧者的心肠，所以摩西伊不断的祈祷来发动上帝怜悯的心。因为伫拜金牛了后，上帝是讲要派一个使者甲因去，但是现在上帝伊讲，我要亲身甲你去，互你平安。上帝理解摩西的需要，所以伊互伊一个极大的应允。祈祷到遮应该结束了吧？因为上帝已经应允摩西啊。但是咱看见摩西无停止，伊继续求上帝，并且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求上帝。减毋是对你甲阮三角起，互我甲你的百姓伫地上万百姓有分别吗？他拄来祈祷，摩西是用你所竞选的百姓来做角度，即摆咱看见是用甲地上万百姓有分别。来提醒上帝，上帝啊，即群百姓毋是别群人哦，毋是其他国家的人哦，是你所竞选的百姓哦，甲其他的人有分别的百姓哦。所以上帝嘛答应伊，你所讲的即件代志，我要做伊，因为你伫我的面前得到恩典，佮我用名来敬调你。咱看见摩西伊无放弃热切替百姓祈祷。互原本不配百姓，搁一摆来得到上帝亲自的引带，这嘛互咱想到咱的主耶稣，伊嘛伫咱甲上帝中间来做中保。因为咱的罪，互咱无法度来到上帝面前，但是耶稣代替咱死，替咱行咱应该负的罪责。就亲像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讲，上帝互迄个无罪替咱诚做做的罪。是要互咱点伫伊来成做上帝的义。希伯来书第9章15节讲，因为安尼，伊做新约的中保，用死来赎前约的时所犯的罪过，是要互受掉的人得到永远的业的应允。摩西听百姓，耶稣听咱，所以因成做人甲上帝中间的中保。啊，咱呢？伫咱的祈祷内面，咱敢也定定伫替人祈祷，替百姓、替万族伫祈祷咧。特别咱中间，咱四周围也有真侪要未信的亲人朋友，咱拢想要传福音互因，但是伫传福音互因的进前，咱敢会当开始替因祈祷，求主怜悯陪伴因的心。看起来摩西的祈祷应该结束了吧？但是对摩西来讲，安尼就够额吗？摩西第3摆祈祷，会当讲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恳求，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光。伊求上帝毋但是口头答应伊，嘛爱互伊一个真明确的记号，就是会当看见上帝。摩西看起来足无信心的呢。上帝拢要答应讲要甲伊同行，为什么伊阁提出安尼的要求？但是伫遮咱嘛看见，上帝对伊忠心软弱的奴仆无生气，反倒伊互伊忠心的奴仆来得到一个明确的记号。
但是上帝无形体，伊无面，无较只片，是要安怎看见嘞？并且咱嘛知影，既若看见上帝的人，拢无法度有活命。这毋是上帝挑故意要杀死人，是因为上帝太过阳光，所以咱遮有罪的人无法度徛在迄个阳光的中间，就亲像光照入去黑暗，迄个黑暗就无法度存在共款。所以上帝用一个方法来用摩西来显现伊的阳光，就是伊甲摩西压着，互摩西伫上帝经过了后，会当看见上帝较只片。较只片是较温和的一个阳光。另外，看见上帝较只片的阳光嘛，表示上帝已经行伫摩西的头前，伊要引带摩西甲遮以色列人行头前的路。上帝出现伫人的面前，就是望会当恢复伊重新罗卜的性命，互因会当紧紧来行出死荫的山谷。咱伫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内面，嘛捌看见类似的经验。以利亚伫逃亡的过程中间，伊忧伤十字架求上帝互伊死，但是上帝爱伊徛伫山头，看上主经过，有大骨头的风破离遮的山，拍碎遮的石伫上主的面前。总是上主无伫风的内面，风了后有地动，上主也无伫地动的中间。地动了后有火，上主也无伫火中。火了后有水搁轻的声。上帝互以利亚感受到讲上帝权威甲同在，有火有地动有大声，但是上帝保护以利亚，只有互以利亚听见伊轻搁水的声。兄弟姊妹，咱无法度明白上帝意思，所以定定咱会按照家己的意思在求上帝，望上帝满足我，望上帝我来证明一寡的代志。但是，一旦发现结果毋是我所求所想的时，咱就失志，甚至咱会对上帝发脾气。毋过，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会当来学习，毋是每一件代志拢会当按照咱所想的来成就，因为上帝才知影什么对咱是上好。另外，这段经文内面上互咱欣赏的就是摩西甲上帝关系是遐尔亲密，亲密到摩西会当一求再求，上帝嘛不厌其烦。所以这嘛教导咱，当咱伫一个属伫咱甲上帝迄个空间的内面在祈祷的时，即种伫房间内的祈祷，咱会当无所不谈，咱会当讲出咱所有的怀疑，交出咱所有所想所求，甚至咱嘛会当甲上帝塞奶。咱毋通想讲，我已经是一个大人啊，我哪会当甲上帝塞奶？咱看见连摩西即位权威、年纪大的一个长辈，伊拢会当亲像囡仔咧甲上帝伫遐来讲话，一求再求。当然，咱嘛会使。我会记得我捌讲道的时，我捌用过即幅图，但是我感觉伊非常好，会当成做今仔日我的结论，就是伫意大利梵蒂冈西斯丁教堂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上帝创造亚当》。因爱上帝主动向人类伸出伊的手，咱看见即个手，毋是一个处罚的手，是上帝想要甲人有结连的手。虽然人类犯罪，但是上帝想要互亚当感受到伊的痛，伊望甲人有结连。兄弟姊妹，上帝来毋是要处罚人，毋是要互人惊吓的。咱对旧约甲新约，咱一再看见的就是恩典、救赎、恩典。所以咱拢会当伫圣经，咱拢会当伫咱信仰生活内面，咱会当看见即个无共形式。上帝的阳光不断地向咱来显明，所以望咱会当努力来追求即位疼咱的上帝。望也伫咱每一日的生活中间，咱会当甲即位阳光的上帝有结连，
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做伙来到遮来敬拜你。主，总是阮知信仰生活毋若是一礼拜1点钟的生活，主，信仰生活是阮每一时每一刻的生活。恳求你，互阮认捌你，互阮认捌你即位施恩救赎的上帝，也互阮认捌你即位死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来牺牲性命的上帝。主，互阮也认捌你，你用圣神来引带阮24小时阮的生活的上帝。主，恳求你伫阮的中间帮助阮，也互阮会当哪来哪亲近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读今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恁就尊重上主咱的上帝，伊骹踏伊的头前跪拜，伊是至圣。一篇99篇第50。恁就尊重上主咱的上帝，伊骹踏伊的头前跪拜，伊是至圣。一篇99篇第50。加甲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第273首，圣诗第273首。请起立。谢奉献，请林中正长老、蔡淑芬长老、徐光宇长老、庄博雅执事、陈秀娥执事、谢秀雅执事来负责奉献。
起立。啊，一个消息报告，教会定圣诞歌，除了每年有的圣诞歌以外，今年嘛有台湾教会公报社卖的圣诞歌，互大家来选择。要订的兄弟，请伫1楼公布栏登记，登记到后个月12号为止。教会定后个月26号。感恩节联合礼拜中要举行洗礼甲圣餐，要接受洗礼，也是有要明白信仰的人，请向牧师报名。少年团契顶后礼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聚会，邀请许光宇长老分享，请客友参加。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订正。主演聚会甲后礼拜。圣讲事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好，伫遮咱要特别嘛要为着董吉祥的太太玉琴玉琴坐伫迄个2号长老的边仔就玉琴伊的先生董吉祥伫10月初真紧真意外来过身所以咱嘛替因的家庭来祈祷，互上帝互因智慧，上帝赏赐安慰伫因的家庭的中间。好，咱嘛为今仔日伫1楼，咱嘛要发放即个每年的即个月历，所以你迄当时你若有登记的你会当伫1楼来领取。即是咱来祈祷，互咱来为着世界台湾宣教师祈祷，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欢迎的姊妹配营。咱嘛真欢喜，咱今仔日看到清真乡，伊已经出院，咱恳求伊会当继续恢复来祈祷。今仔日幼群幼达嘛伫中间，咱为着即个家庭祈祷。咱嘛为着庆福兄明仔载嘛要离开家护病房，要伫一般的病房，咱恳求主会当来帮助伊。咱嘛为着嘉玲姐妹的爸爸千信兄来祈祷，伊即时佫伫加护病房，咱为着伊会当紧紧伊的肺炎会当得到治疗来祈祷。咱嘛为着身躯欠安的信实扎实正兄、慧玲姐、明哲兄、北长老娘、玉秀姐、秋菊姐、阿卡姐、西江兄、启胜兄、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明珠姐、俊成兄、赵雄兄、应轩、张老师。公基姐、陈其雄长老、伊丽、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平理姐、阿玉姐、郭元兄、佑庄兄、李雀老师，互咱开喙为着遮个事，咱嘛为着伫战争中间的遮个伤风的遮个人民，求主也会当赏赐，互即个战争会当紧紧来停止，咱为着遮个事、遮个集体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同在。虽然阮行伫苦难的中间，阮行伫失去亲人，阮行伫阮厝内有人破病，阮行伫阮面对未来，阮真无知，阮真毋知要安怎做的中间，阮看见你甲阮同在。主，阮恳求你的同在，赏赐互阮教业的快乐。虽然阮目睭看袂见，但是圣经的话，上帝你有应允阮。
你时刻甲阮同在，所以阮无伫惊吓。主恳求你安慰，赏赐你的气力，伫遮的失去亲人，厝里有人破病伫住院，厝里有人伫做化疗，长期伫疗养的遮兄弟姊妹的厝里，伫因的心内，扶持因，帮助因，互因会当坚固。主，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世界各国，阮看见虽然拢有家己的信仰，总是主，阮看见安尼的信仰无真实来帮助因。阮恳求你引带伫中间的遮宣教师，互因会当伫遐个国家发挥上大的功能，互因的性命得到保护，会当伫遐个国家还袂认捌你的国家会当做奇妙的工课。主恳求你保护因。阮也特别为着阮的世界中间伫发生战争的遮个国家来祈祷。阮特别纪念乌克兰、加萨走廊遮个战争。主恳求你会当赏赐你的智慧，互遮个领导者，互因会当用智慧，互因会当看见遮个双方的人民，因伫战争中间的悲伤痛苦。主也恳求你停止遮个战争。主，阮也要为着教会来祈祷。主，阮要去做一间你所欢喜的教会。阮知影，毋若是硬体，也是软体，就是阮本身，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主恳求你去做阮，互阮会当诚做是一个甲你有健康关系的基督徒。主恳求你也帮助，互阮去到逐所在，拢会当荣光你的名。主，阮恳求你也保守兄弟姊妹，互阮伫新的一个礼拜，无论阮的工课、阮的学业、阮的家庭生活、阮的健康，拢有上帝你的保守。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念信息，信息第390首，信息第390首。念诗了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